今仔日3月20也是世界喙孔健康日，高雄寿山动物园也特别替这个动物来看喙齿，其中有一只狼熊，伊有5支喙齿需要治疗，经过2摆的手术，目前已经活跳跳，会当食物件。 动物园这只狼熊下晡当咧食番麦，伊3年前来到寿山，年岁有较大，顶个月阁发现伊的喙齿有问题，爱进行扳喙齿甲齿管治疗，至少有5支喙齿爱处理。经过2摆手术，目前这只狼熊的喙齿恢复真好，连番麦这么甜的食物拢食甲真欢喜。后来也请那个兽医也来看哦，那我们就发现说它的牙齿已经磨损到说，可能就是已经，尤其特别是它的那个上下门牙的部分哈。 已经有很严重的磨损，然后而且有些的感染，所以就特别就安排了一个那个牙根治疗的一个手术。配合3月20世界喙孔健康日，寿山动物园也替动物检查喙孔。保育员讲，若是动物喙齿痛，无法度亲像人用讲的，因可能会紧食物食，甚至食袂落。若是发现这种状况，保育员就会知影可能是喙齿出问题。 其实最主要就是看它有没有会特别把食物挑开，或者吃的速度有没有特别慢，这是我们观察它的第一个。如果说一个健康的动物，它吃东西是不会有，它会很正常把它吃完。它如果说食欲消退的话，代表它身体一定有出问题。寿山动物园过去也捌替台湾乌熊甲长手狗进行齿管治疗，也替因挂齿套仔。即马喙齿的状况真好，也通互因好好享受食物件欢喜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